送李少妇变劫中，王少妇变中沙。作者高适。家君处别意何如？驽马寒摆问得居。武劫提完数风雷，衡阳归雁几风事。清风江上秋还晚，白帝城边古木树。胜代积金道有路，暂时分手莫丢途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